啊，沈公子，嗯，怕你练着练着肌肉拉伤了，所以给你送了瓶膏药。睡前涂，第二天起来就好了。膏药啊，给你姐准备的，对吧？我只是恰巧路过，所以特意给你送来。看来沈公子不太需要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看一下。我看这么好的膏药，要不先放我这儿保存吧？万一你姐受伤呢，对吧？行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